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苹果日报》去年5月抓本停刊出网络新闻平台，因为香港总公司去互中国共产党政府查封，资金断战。即马台湾苹果话卖，总是即件代志安怎看？全中国乌影。第一，讲交易已经完成，这外资公司呢，咱经济部煞拢无受到交易申请。过来，香港总公司发声明讲无授权台湾这边产业买卖，不过台北市劳工局讲已经受到苹果通知，讲8月要施员工280人。你甲看，外资公司交易影响到咱台湾劳工的权益，煞无照咱台湾国内法规定真来处理，是咧安看啥物？嘛，个咱国内资本无接受香港法院所指派清查财产代理人，是安怎会当完成买卖？这内底违法嫌疑真大，最后买卖效益、买主资金嘛无讲清楚。若是中资加做外资渗透入来国内，影响到咱的国安真大。今仔日咱就做伙来要义这笔未输咧偷来暗去的媒体交易。小介现场来宾邀请经济民主联合柯冠德研究员，大家好。邀请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嘛是香港甲台湾的律师Sam律师，大家好。邀请鸭草四汉俊总编辑，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去年苹果日报香港总公司去互中国共产党政府操控吼，资产冻结。即马台湾苹果讲话卖，台北市劳工局已经收到通知，讲8月初9要施280个员工，总是香港的总公司讲。发一个声明，讲无授权台湾这边的产业来买卖吼，因为因即卖资产是去互香港的法院来查封吼，香港的法院派2个人，这个谭敬正甲文景成要来台湾做清查业务的工作，总是咱台湾政府无互这2个人入境哦，安尼是安怎会来完成买卖咧？买主是啥物人？咱看到台湾方面是17 Live 的创办人潘杰贤。伊是出3成，香港方面是香港的生理人黄浩，伊是出7成，总是伊阁派一个都市日报的社长李永康来台湾来处理这个清盘的代志。这种的操作吼，互咱的经明联罗中强律师讲，这可能有违反着国资法，咱台湾人民的国资恐惊会受到侵害吼。咱看到这个交易，互咱讲是一个政治的交易，准做唔是一个政治交易，嘛是一个政治事件。咱今仔日要来讨论这个交易，大先咱先来看《苹果日报》买卖的报道。台湾苹果新闻网出售案，听讲互香港的生理人黄浩，也佫有17 Live 共同的创办人潘吉贤共同来收购，引发中资入侵的谣疑。根据国安单位的掌握，黄浩伫顶个月派伊的代理人香港都市日报的社长李永康，以港澎台湾分公司顾问的身份来台湾，来到台澎主导结清，也佫有大量来解散员工。安尼，互谣疑讲是香港政府的黑手，存来到台湾的媒体家来。如果黄浩将来做了苹果日报的负责人，他是可以要求呢，身为香港人的黄浩，提出苹果日报资料库里面可以证明某一个人触犯港版国安法的犯罪。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的调集人罗中强伊讲，台湾苹果新闻网的出售案，真明显是违法的。主管机关应该都要靠美节来阻止这个交易。陆委会表示讲，台湾苹果新闻网是港资在台的分公司，伊的经营权的变更都要遵守咱的法规。对于各界担忧，苹果新闻网易主之后，媒体本身可能遭到染红，成为台湾的国安风险。政府相关部门也会采取必要的作为，避免国家安全及个人利益受到伤害。也若讲李永康伊传出伫台湾插手来指导台湾苹果新闻网来清算、提报大量解散员工，余明士表示讲，来到咱台湾的港澳居民，伫拘留的期间都要遵守咱的规定，
若是违反的人，会当甲撤销，也是讲废止伊的居留许可。如果有违反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第22条各款情形，那我们本署将会依照规定撤销或废止当事人的居留许可，并且限期他在10日内离境。移民署嘛讲，也若李永康黄互因来台湾的有项目棚，因为牵涉到个人资料的保护法，无法度对外口来证实。不过目前相关部会已经拢有来展开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澎湖新闻网吼，伊本地是香港人黎智英的产业，黎智英本地是做成衣的产业，总是伊因为葡萄绿树的纪念会吼，去互中共来封杀。伊转做媒体，伫1990年代创办香港的一周刊。1995年创办香港的《澎湖日报》吼，毋过这个《澎湖日报》去年因为中共来封杀黎智英吼，去年6月停刊。台湾是2001年的时阵，一周刊来到台湾台湾的一周刊即马悠然是有在运作。过来2003年黎智英伫台湾创办台湾的《澎湖日报》，《澎湖日报》去年5月的时阵停止这个纸本的发行，转做网络的新闻平台。过来另外一个真重要的代志，2009年黎智英要创一个一电视吼，总是这个一电视因为一直无摕到咱台湾的牌照互这个澎湖的媒体的集团吼，受到济的亏损吼即马。2013年用15亿卖互台湾的年代电视，过来咱看到台湾的澎湖这个新闻平台即马讲8月初9要是280个员工，讲交易已经完成。咱知影拄则有讲过，台湾买主是17 Life 的创办人，香港是生理人黄浩关德兄。看这个交易吼，咱台湾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有什么款的美角会影响到咱台湾国家的安全、甲劳工的权益咧？好，咱爱先了解到这个交易是政治的事件嘛，当然就爱较细腻的后壁的主导的人啊，咱即马知影是香港遐的会计师来主导这个交易咱为什么会讲媒体是第4权哦？因为媒体有设定议题的能力嘛，是，伊会使决定讲社会什么物件爱互社会知影，什么物件无爱互社会知影，这是媒体。澎湖日报伫台湾20年啊，有偌济的资料，有偌济的访问的记录，有偌济有可能以前人是匿名投稿的文章伫内底，若是这个资料互中共提去，嘛是有可能讲，就是用这内底的资料来讲，你是不是搁违反中共的国家安全的法律？是。后摆台湾人无说离入境过境香港，还是去倒位，互中国掠去，是不是有第2个黎明者？这是咱会较烦恼的哦。去年其实文化部嘛有发表一个限令啦，依照台湾的个人资料保护法，禁止台湾的澎湖来把这个台湾的伊的资料跨境传输到离开台湾，已经有发布。是即马看到，但是就是讲，若是台湾的澎湖，即马若是违反这个文化部的限令，就是有刑事责任的问题。是，咱证明联。就是这礼拜就有去地检署来去按铃申告，若是有跨境传输违反刑法，就爱来甲这台湾的澎湖的主管来甲伊法办安尼。这个案件已经去告啊，吼，若是开始调查，敢会当来动这个交易咧？这个交易应该动的方法应该是爱到经济部遐啦。是。即马无论是香港遐的股份买卖我当属台湾家的负责人变更登记爱上经济部，是，这是第一种的可能，第2种的可能是，
台湾遮有新的一个公司，吼，啊，甲台湾的碰购的遮的资料，哦，啊，员工买去，啊，登记新的公司，嘛是爱上经济部，是，哦，无论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一定会送台湾的经济部，是，哦，安尼，若是爱动这个交易，应该是爱交互经济部来处理。是，观众朋友，观众听讲到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吼，因为。苹果日报即摆的资产去互香港的法院来冻结，即摆伊派2个人要来台湾做清盘的工作，总是咱台湾都无互即2个人来入境，是安怎伫即款的状况之下，过来会当完成交易？吼，咱看到这个都市日报的。这个李英空吼，伊的角色真重要。我们来请教商普律师，这个李永康还有香港商人黄浩买台湾的苹果这个媒体平台，到底他们这个操作有哪些我们应该要去注意、应该要去怀疑他们的地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事情的爆发是从6月8号，苹果声明说，出售案已经出售，已经完成交接。那之后6月14号反水了啊，就是那个一传媒有限公司哈，既然说那个否定有交易完成这个事情，说没有完成，那个没有授权交易啊。那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到李永康来台湾，也是被台湾的部门限定10天内要出离境，因为他违反居留事由。当时他是以被聘雇的身份来这边工作居留的，他工作居留的身份就是。香港苹果日报台湾分公司的一个员工的身份来这边做。哦，那他来这边工作居留，那如果他目的是要把台湾苹果日报的料套出去的话，比方说刚刚讲到的投稿人、撰稿人、匿名的人士、员工、订阅者、受访者或者债权人、债务人的那些记录、资料库的资料、薪资的资料，要套到香港去的话。才能够考虑这个交易嘛？但你要很小心一点哦。一传媒有限公司从来没有说过没有授权谈判，他只否定授权，他是否定有授权过这个出售行为，是他否定过有收过买卖的价金，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我没有授权谈判哦。所以这个地方会有那些 mega 在那个地方可能会去探讨。但有一个地方是今天那个李永康先生的身份是什么？他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台湾苹果日报的员工那么简单，因为他做的事情不是工作，他的工作是帮香港的有些势力在做事。哦，卖方还是买方不清楚。那据报道是黄浩这个买方哈，那通过他一个 Avengers Limited 派遣这一个李永康先生，他这个分身是香港都市日报的社长的李永康先生。来台湾呢，以台湾苹果日报分公司顾问的身份来这个地方结清所有的债权债务，大量解散员工。律师，这样来说的话，李英空这个人，他应该只为买方做事情，是不是这样呢？他就算要为买方做事情，也违反他居留的条件嘛。哦，那这个第一个，如果他为卖方做事情，那个就更耐人寻味了，因为今天。你想想看，谁最有这个心意想挖取这一边的资料，就是中共这个势力嘛。是中共，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用6个字来形容：假买卖，真掏料。哦，买卖现在吹了，那因为现在你看一传媒都否定有这个买卖嘛。但你想想看，他在买卖之前，法律有一个叫尽职调查的程序，这个尽职调查程序可以容忍买方跟卖方的同意底下。到目标公司，就是台湾分公司里面调查套取有关的资料，你想想看，这个事情才是引起我非常大的怀疑。你看看在台湾哦，蓝莓、红莓这么多一个苹果，一个是玷污苹果那个名声嘛，一个是多一个红莓或者蓝莓嘛。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刚刚讲到的，就是刚刚这个来宾讲到的一点，是说这个员工、投稿者。撰稿者、订阅者、受访者、资料库的资料会不会被拿到香港去？这个才是真正的 crown jewel， 真的是 M&A 或者并购里面最重要的资产嘛。是。那现在如果他也为这个李永康先生也为这个卖方就是清盘人去做事情的话，那就不得了。
所以我们假设有2个可能性，一个是买方跟卖方都找他，他那显然不是做一个在台湾苹果日报员工该做的事情，所以当局要限定他出境是对的，甚至我更要求当局应该要搜索跟扣押他的通讯工具，调查他跟谁有在联系，这个地方在国安上面尤其重要。是，观众朋友。Sam 律师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吼，就是讲香港的《苹果日报》即马要卖的迄个人是什么人？桑普律师，香港的《苹果日报》现在的持有人是不是香港法院呢？现在的持有人是一个在去年因为经过9月有一个清算程序，香港政府动用国安法的那个理由，他是任命了临时清盘人。当时候是任用这个安永安永成为那个临时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后来11月的时候就转了，财政司是改派谭进正会计师事务所接任当时临时清盘人。谭进正你自己调查一下，他名字叫 Kenny Tam， 他是中国多少家上市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星光集团、首长四方、中国西部水泥、大湾区投资控股、锐健教育。都是跟中国的投资有关的，所以这一家会计事务所，这个谭进正先生是肯定是跟中国过从甚密。好，他派他来，第一件事情做了什么？像台湾3家银行跟台湾苹果有关的银行申请冻结账户，那些银行的员看到你的申请就傻了眼，从来没看过。第一个，你香港要来去申请冻结账户，需要按照民事诉讼法第402条有。台湾的法院去裁决才可以嘛？你没有承认跟执行，你没有承认这个裁决就无从执行的。你跳过这个程序，直接来这一边，就完全把台湾的整个制度不放在眼里嘛？那你这样的看法，台湾的还好，这3家银行当然没有冻结账户，你是谁嘛？对不对？那这个情况就引起轩然大波，可见他一来就做这个动作，可以看得到。这个清盘人来者不善，是，而且这个清盘人的目的就是要第一个玷污掉最后一刻苹果的名声，趁黎智英在监狱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决策的时候做一些的坏事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套取在台湾苹果拥有的各项的秘密的个人资料，这个才是大家非常引起疑问。所以我很感谢金明联一直把这个声音说出来，因为这个个人资料跟新闻的秘密资料才是我们最重视的一个地方。是，总编辑Sam律师伊所讲的就是讲即卖问题可能唔那是中资的问题，是咱台湾的个人的资料的问题咱知影《苹果日报》伫2012年的时阵，黎智英嘛捌想要卖，迄阵引起咱台湾反媒体垄断的这个运动再来拢是一个足重要的媒体，即马来卖这咱台湾除了Sam律师甲关德兄所讲的咱应该要义嘛是咱台湾劳工的权益，敢毋是？对，因为就是即道较多拢有讲到，就是香港遐的问题。即摆即个事件，在我来看，其实就是台湾遮，包括其实即个原地即摆苹果的即个员工甲工会，其实拢是支持，希望会当找到新的卖家、新的头家啦。因为因今仔拄差不多有发一个声明，讲因即摆，因为因即个讲大家拢有看到，伊讲伊要租签差不多280个员工嘛。顶届即个伊甸市卖互即个年代集团的时阵，迄届是租签700外个员工啦。对，当然大家拢无希望看到即个代志嘛。所以因迄个就是因台湾的负责人叫做叶一坚，又搁发一个声明讲啊，因租签是无法度的代志，讲因即摆的租金付薪水，敢若能付甲9月份啦。那所以讲，当然较多讲到这就是讲，因为咱台湾一定要伊着中国因素嘛。讲遮的即个，包括咱来保护遮的，这嘛是一个新闻的基本。毋过咱同时间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讲遮苹果日报遮的员工，就是因要安怎？那假使讲即个买卖无继续行落去，
啊，因这到9月底，可能就拢变这公司就是嘛爱收起来。啊，这安尼若是行到这步，对台湾刚好。那当然，咱希望讲有台湾，互咱大家当信任的这个头家甲彭哥日报买落来，互伊当继续行落去。因为就像拄仔两位来宾讲的，即摆黎智英去互中国扩伫这个家内底，拢无法度处理嘛。这种情形之下，彭哥其实是无法度行了啦。所以彭哥若要行了，伊其实嘛是需要找到新的这个头家。啊，毋过咱无希望伊这个头家背后是中资，甚至就是中国的因素安尼。是，毋过总编辑你讲到问题吼，有一个算讲是美工吼，找到咱台湾人会当信任的头家来买苹果，总是要买也无爱买是。香港方面决定，啊，因后壁都是中国，敢毋是？嘿，对，啊，就是说，伊像即届买嘛是安尼，就是香港遐迄边的人已经出来否认讲，因有要甲彭哥算袂掉嘛。啊，毋过台湾这边传出来声，包括即摆现主是的经营者，也是讲工会的人，拢认为即个交易是有效的，会当继续行落去。哦，对，好。观众朋友，咱今来看吼，针对这个交易，咱的行政院的发言人是安怎讲呢？咱伊讲着讲，罗秉成发言人讲，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亲像《苹果日报》这款的外资的公司吼，若是要买卖，就爱遵守港澳条例、外国人投资条例甲公司法。另外，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讲，台湾苹果新闻网吼是公资伫台湾的分公司，若是要买卖，上重要的就是爱遵守台湾国内的法规吼。伊算讲是邀请媒体应该爱深入来追究这个交易。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咱的经济部到即马无收到苹果日报买卖的这个申请，因为做一个外资的公司，伊若是要买卖，咱的经济部就需要讲，知影讲你根据什么款的法律，公司投资的计划，公司的营运，甲伊内底的资金的结构感受什么改变？经济部即摆已经发文限制7天内爱收到因的回应，总是另外一个真奇怪的代志。台北市政府的劳动局。讲已经收到苹果的申请吼，初十的时阵收到，讲伫8月初9就要是280人。尚律师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说，经济部应该要通知的，他没通知，但是却已经去通知台北市的劳动局说要资遣了，怎么会这样？那之前的事情，那个当然是要这个之前之前要通知嘛，要符合法规，那个先不说。但是为什么不去通知经济部商业司或者投审会？那个是我觉得非常的起疑窦。那你看到刚刚在荧幕上看到关于那个是否有此交易，法源依据在台投资计划跟公司运营跟所有的股权结构的改变，都需要变更，要去审批的。不是说你想做就做的，因为这个是涉外涉港资，就是非完全 local 台湾本土的一个买卖嘛。那如果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你也看得到，投审会也讲到，纯境外的交易有个可能苹果日报有可能辩解，因为是有几层多层的控股结构。那他现在卖的股权是哪一个层次的股权，现在还不清楚，卖给谁也不清楚。多少钱的交易也不清楚，趁这个台湾分公司是以香港商台湾香港商的苹果日报台湾分公司来做一个名称嘛，所以实质的控股人是那个台湾香港的苹果日报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中间是卖多少的股份，这个还不清楚。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商业自由这样去操作，但符合台湾法规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要变更实质的操控的人，那如果影响得到在台投资计划的变更，投审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要有说明，要得到准许，尤其涉及到那个可能涉及到真中资、假港资的情况，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白手套，去做这个股权结构的交易、控制力的变更，都需要有所说明，不能够就放之任之这样子来处理。这个地方有明文规定，在那个
外国人投资条例跟公司法有关的规定都有写。所以我希望说这个事情啊，我非常的气愤，也非常痛心。这个抗中保台啊，不能够说就是这个放之任之，因为港资就算了，不是这样的意思。你这个情况必须要好好稳守台湾的国家安全，这个情况必须要好好的去处理的一个方法。有些人会觉得说，会不会说台湾苹果的某一些成员觉得跟中共某些魔鬼的交易啊，或者说，你如果说完成了这个交易啊，就可以放那个黎智英、放张建宏这些被逮捕的香港的高层。如果我是假设哈，如果他是真的这样想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缘木求鱼，根本不了解中共的本质，中国的本质就是不会跟你去谈判，不会守任何的信诺的。我认为苹果能够善终的方式，不是这个通过这个并购来进行，因为这种并购的方法必定牵涉到主管机关的介入，而且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媒体非常关注的事件，是一个公关危机了。这个事情不能够通过买卖来做，所以我才担心说资料被拿走这个点。其实苹果日报一个善终的方式是遣散资遣员工，停止业务，变卖所有资产，清洁所有债务之后，留下一个空壳，撒手不干。这个是我觉得最撇脱的方式。那之后他要怎么做？其实那个清盘人不能够进来台湾嘛，因为台湾法必须要不执行香港的国安法。如果你执行，就是默认了香港国安法的38条普世管辖权嘛，你就要否定这个，不能够给他来。这个情况就让他这样子空转在那个地方，这个才是一个可以做的方式。或者你卖给一个在本土的一个媒体，不是一个本土的，还是要可靠的，因为本土也有很多很奇怪的媒体啊。本土可靠媒体，这个都是一个可靠的变通的方式，不是用这个方式来跟黄浩等人做交易。这个是我想说的。律师，你刚刚说的那个善终的方式，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不可能会有中国或者香港政府的力量介入在当中吗？他可能会介入，但是只要台湾不给那些有关的人等进来，也不给他们在那边，就是他们如果真的愿意放手哈，员工都解散了，人不在了，钱也了了，那资讯通通东西，记者归记者，通通都不能够再有统一的资料库，或者整个资料库销毁掉了。我想想看，那个时候你就算中资街道都是有空壳，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有下板斧的机会。好，观众朋友，Sam律师讲到这个资讯的问题吼，咱来看咱台湾的文化部事实上已经发文和苹果新闻平台吼讲。唔通接受香港所派来的这个清查人所有任何的要求，当这时嘛袂当跨境来传输苹果新闻平台内底所掌握的可能员工的资料、撰稿人的资料，以及所有的个人的资料。关弟兄，就你所了解，即马这个程序敢已经在进行啊？台湾的苹果日报敢已经有甲资料，可能已经传输予伫香港的这个清查人呢？阮是认为讲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啊，就是讲因为清盘人伊是香港人，香港人伊无法度离来台湾嘛，是无法度离来台湾，要安怎完成这个交易？唯一的可能就是台湾家的主管吼，把这资料跨境传输到香港。是。若是做这个代志，就违反文化部的限令。到底是有无？有还是无？咱已经去地检署告发嘛，就是希望检察官会使较紧的来侦办。是。若是有就要处理。其实文化部嘛是会使。更加积极的，其实个人资料保护法还有说，如果当这个情况危急的时候，主管机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就是文化部，其实会使去苹果日报家的公司内底直接来调查，是不是有应该要销毁、应该要处理的资料。其实你的意思是讲，唔免单法院，文化部家己会当做，可以更积极的这样做，但是就是可能社会嘛有一些反弹。是。好，
总编辑，咱知影彭果这个新闻平台已经暂停因的纸本的发行，即马伊伫这个网络平台内底。嘛是较大面是娱乐的新闻。咱知影2012年彭果日报要卖的时阵，迄个时阵媒体经营的角度甲方式，甲即马已经完全无共吼。你感觉是安怎会有这个中资吼？可能是中资想要来买彭果这个网络面顶的新闻平台咧？第一就是讲，我问主持人问两个问题。第一是讲，开始即摆彭果的新闻，甲咱过去看的彭果的新闻已经差真侪真无共啊。开始因为这几档就是伊过去李志英咧伫的时阵，国实在伊是对记者算袂歹的头家啦。就你若会当找出重要好的新闻，就是伊拢会就是互你真好的待遇。毋过即个已经变做过去，所以这几档真侪彭果过去。尤其政治组的记者其实拢离开啊，所以讲这几档甚至讲就是讲过去即个金明人要去甲因声援的时阵，真侪台湾人是无赞同声援即摆彭果，因为讲即摆彭果的新闻做侪已经毋是较徛伫人民甚至讲台湾的立场来做新闻啦。开始即摆彭果有即个问题，因为这几档过去真侪记者其实拢已经离开啊。嘿，这是伊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问讲是安怎？就是讲，我拄仔才有做这是路透社最近发的上新的台湾的媒体的报告。伊这内底就是伊甲媒体分两种啦，网络的甲非网络的。非网络的过去彭果一定嘛有排伫顶悬嘛，彭果的报纸做侪人看。毋过就是甲我主持人嘛有讲着，伊去年5月的时阵已经收起来，所以这调查就无伊。伊即摆佫是网络的新闻嘛，伊就有摆伫遮，所以这算个摆算对这红色这个所在，伊等于佫比即个咱大家知影的自由时报的网络新闻佫较侪人看。简单来讲是安尼，所以伊的网络新闻伫台湾游玩是真有影响力啦。对，所以讲你若是中国，你会当控制即间媒体，你敢会无想要控制？比自由时报的影响力佫较大的一间网络媒体呢？对，所以这嘛是一个话。除了较拄仔因讲的即个过去伫遐写批评中国的一寡人民的作者的真实新闻，伊可能想要知影。单看伊本身做一个媒体的影响力，中国应该都有兴趣，甲即间媒体甲买落来。是，范律师刚才说到这个李永康这个角色，他来台湾做这个清查的工作，那现在看起来是会被限制离境。但是我们在新闻当中有看到，未来如果这个苹果新闻网它出售了以后，它的主持人、它的主其事者有没有可能实质的在台湾透过经营一个媒体的方式执行港版的国安法呢？这个当然是一个假设问题了。所有合法的那个股权转让，如果涉及到那个股权碰得到台湾分公司的，都需要有那个经济部投审会跟商业司去办理审批。那如果你是在多层次的情况下，我们刚刚讲到了在台投资计划变更都需要经过投审会的批准。那你看到如果真的很不好意思说他用一个取巧方式来真的收购了这个股份，当然这个最后会变成台湾的一个芒刺在背啊，等于说一个红媒可能是一个，他当然不承认因为黄浩的背景非常的耐人寻味因为如果说真的卖给黄浩或者其他人，我以黄浩为例好了，那他本身也是跟新加坡政府过从甚密，01年是当新加坡政府的一家公司的 CEO， 那之后他本身在2013年。曾经2亿港币买进都市日报，17年用4亿港币卖走，他就净赚了2亿嘛。但是他隔一年2018年又想用5亿的资金买回原来的都市日报，你想想看，一个正常的一个商业操作会在365天内会从卖走都市日报拿到4亿，再想用5亿去买同样的一个都市日报吗？这个恐怕不是一个自由的那个裁量那么的简单。另外的事情是，当年2017年他想买一周刊破功的时候，我记得最后阶段黎智英是拒绝的。那如果苹果有一颗那个尊重黎智英的心的话了，就是尊重创办人的心的话，
应该是拒绝这个交易，毫无疑问的。不管是有什么样的技术性的原因，都应该拒绝这个交易。那现在却有这个情况，就非常遗憾。而且我补充一句，大家我也是非常伤心的。苹果日报一开始创办的时候是反共的，哈，那反共最基本吧。那之后我希望能够抗中保台，就更全面嘛。反共的时候，当时候他批判中共是非常凌厉，而且苹果日报一度长成是台湾是非常风行第1名的那个流量的报纸。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有一个资讯的那个统筹中心，收很多客户的投诉，不是投诉苹果，是投诉其他官员或者那个企业。啊，收到之后，他也派记者丢出去给记者去查证，查证之后呢，也会爆料爆出来，而且东西都是非常的鲜活，很多都是真实的料。所以当时候就一时激起千重浪，很多的媒体也是跟风嘛，也是说同样的事情。但苹果日报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但是这个事情慢慢随着这几年哦，你看苹果日报那些调调都完全不一样，就是不是苹果日报，是苹果新闻网上面有很多是明显不是一个真的爱台湾的一个报纸应该讲的话，尤其有些事情要么假装中立，要么根本是偏袒到另外一方去，所以这个情况已经失了分寸。你说今天苹果日报已经不是一个真的我觉得真的对台湾来讲是非常一个好像宝贝来看待。反之，我觉得说让它受众正起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步。未来如果真的被中资收购，这个情况会非常糟糕。但就算不收购，现在情况已经够糟糕了，这个是我想说的。律师，你刚刚说到一个我觉得是重点的地方，多起几波，这里李永康先生，他《都市日报》已经被黄浩早先用4亿卖掉了，也就是《都市日报》现在不是黄浩的产业，他怎么会派一个《都市日报》的总编辑来当他的代理人来处理？这个就是最大的疑点。为什么你把以前那个你用《都市日报》不要的人去做？是你卖掉的时候放这个李永康在那边当线人，继续维持影响力吗？还是有另有目的？还是说这个整盘棋都是有另外的扯线的人在那边操作？否则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你卖掉一个公司，还有你的人在那个《都市日报》还在那边耕耘，这是我觉得不能解释的。是观众朋友。上律师所讲的吼，就是要买苹果新闻网的这个资金有足大的问题，针对这个中资的问题，咱先来看报道。请小英总统阻止交易。刘毅希望总统蔡英文甲国安会成立专案小组，组织这项交易。台湾苹果新闻网要换头家，传讲买人是17赖的创办人潘吉贤，加香港的生理人吴浩。这么大家伫咧关心讲是毋是有中资介入？刘毅讲。这件收购案关系到台湾媒体和中共渗透的危机，审查规定应该有关到国安残局。那为了赚钱的目的，恐怕微乎其微。好，商人若不是为了赚钱，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哈，尤其是一位香港商人对台湾并无情感的连结。如果说他是为了服务台湾社会，恐怕略显牵强，难以服众哈。买家的部分就是我们工会目前没有接获资方任何的消息，就是除了会先跟资方就是说希望能够留住所有的员工。工会也讲，并无清楚新头家的身份，面对所来可能有大量的解雇，会监督资方是毋是有做到相关的停书啊义务。时代力量是讲。苹果日报有真侪标料的内容，加名人的资料库，若是互中共提起政要抑个检举人的资料，这寡重要资讯全部拢看现现，恐惊真侪中国国安法定罪事情。有没有中资或者其他我们怀疑的外资，请政府依法去把它理清。各界的种种疑虑，相关方面应该有所说明，依其权责做。这个严格的审查。台湾苹果新闻网和外资买去，是毋是变做假外资真中资？刘伟辉讲，苹果新闻网是港资伫台湾的分公司，经营权若要变更，就要符合咱国的法规。相关单位伫咧收到资料了，会依法处理，严格审查。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调研吼，对彭哥新闻网即马的交易，因是安怎讲？咱看到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讲，这是国安残疾的问题吼，要求政府来反对这个交易，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另外，中国国民党的立委詹明忠讲，关系到咱的台湾的媒体敢会使独立吼，要求政府来。清楚调查内底敢是有中资的问题？你看中国国民党拢在怀疑内底有中资哦。好，民进党的立委林楚英讲，经济部拢无收到申请吼，应该国安单位爱撤查这个交易，避免假港资真中资的问题吼。关弟兄，咱看到这个交易吼。竟然是调研拢总在反对，拢在谣伊内底可能有中资吼，包括中国国民党这款的拢要求讲爱调查，敢是有中资。即摆的这个交易对咱台湾影响真大，敢毋是？第一，咱爱先了解讲，拄则头拄仔来宾大家拢有讲到，就是卖互这新闻的议题设定的能力，互中国摕去嘛。是。第二点重点就是台湾本来法律的规定，就是中资袂使来经营媒体业，是，这是根本的背景。所以现在朝野都注意这个买卖案、交易案的背后有中资无，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咱无真明确的证据嘛，袂使讲伊后壁一定有中国的资本。所以我们现在才要求，不管怎么样，经济部一定爱来严格审查，而且咱有一个诉求是讲，爱用重大的影响力来审查后壁是有中资无？为什么我会讲重大影响力？是因为台湾今麦的法律认定中资是有后壁中国有没有30%啦？有没有30%的资本？但是29.9%，对法律来讲就不是中资哦。安尼唔是真好来处理，用多层次的持股啊，经济方法会使来稀释这个股权啦。是，所以我们希望台湾的经济部应该爱用重大影响力，就是讲后壁去厘清，只要中国有影响的关系，中国资本有影响的关系，就应该判定为中资。那具体台湾其实嘛是有写伫台湾的法律内底有讲，什么是重大影响力？伫会计师准则内底，有下的吼，包括说交换重要的董事、股东，重要的资讯，两间公司的往来就等同就可以定义为重大影响力。是，咱希望讲经济部会在朝这个方向来去判断。也就是讲，这个香港的买主，咱讲这个5号这个人，伊的资金拢总有70%，伊的70%资金内底，若是有一部分是为中国来，照你的讲法，应该就要甲看做一个中资。买主敢是？我的看法，他嘛不一定是看资本啦。我的意思是讲，那是有人员的交涉，是资讯的这些新闻资讯、公司资讯的共享，就应该视为重大影响力。安尼就是视为后边是中国的中资安尼。是不一定是看资本持股。是。总编辑。资金的问题了外吼，拄则嘛有讲到这个媒体设定议题的这个问题。你拄则有讲到讲，彭哥的新闻网是一个比自由时报更较侪人看的，算讲是网络的媒体吼。若是互中资摕去，伊就会当伫真侪人看的这个网络面顶，用这个平台来扰乱台湾，甚至是攻击台湾的内部，敢毋是？嘿，是，对，就是既然讲到我较早讲到路透迄个报告内底，伊嘛有讲这是，就是台湾人上信任的媒体啦。过去基本上咱公司排伫遮嘛，我有标起来，拢是排头几名的啦。是。彭哥过去其实嘛是伫头几名，伊即届就有落较后壁。就像刚才我甲即个三浦律师拢有讲的，伊这几档的新闻讲实在无一定较徛伫咱台湾人的立场。
所以嘛有影响。啊，当然你就算讲无看即个，一间公司母甲伊上大的头家，互卡伫监狱内底2-3冬，对公司的影响一定有差嘛。一寡人才算嘛拢离开啊，对。啊，较多讲到一个部分，就是讲咱当然无希望讲即届即个台湾的澎哥新闻网，互中国还是中资的媒体买去。毋过个另外讲到头段啊，咱台湾即摆讲有欠，就是拢咧讲中国声的媒体，其实无欠嘛。就是讲，不管是咧顶悬，就等于讲台湾人几间诚信任的媒体，其实有几间我就直接卖点名好啊。大家看破破应该拢知影，讲因定定咧讲的是一寡中国的声音、中国的看法。所以讲，即道就算讲咱会当甲即个澎哥新闻网卖互中国，即件代志甲动落来，也是讲澎哥新闻网会当像甲多啊桑普律师讲的，会当就是改线，就变做即个算好聚好散，就伫台湾留下19冬的声名安尼。毋过，咁安尼，咱台湾就无需要面对讲中国咧用台湾的媒体散布一寡有利因统一台湾的物件，所以回倒头转来，就是爱像就今年就一直咧讲遮个物件嘛，中国因素的物件，伫台湾各个新闻，这澎哥毋是唯一即件尔。其实咱是爱看讲咱一直咧讲的讲媒体识读啊，啊，毋过其实咱台湾做媒体识读，有一个正重要是讲，就是毋那澎哥，伊即摆是可能以后背后有中国的因素，啊，毋过即摆媒体，即摆啥物媒体背后是中国的因素。中国拢透过因来讲因的声音，咱敢有意识？咱普遍的台湾人敢知影是倒几间咧看的时阵来说哩？我感觉即个物件政府爱甲建立起来，毋拿讲当即届澎哥的代志，现有的遮个问题其实嘛要思考安怎去处理。是，事实上，若是讲到总编辑你讲到遮个问题吼，有另外一个问题足大，就是澎哥新闻网即马是网络面顶的平台吼，若是伫电子媒体，咱 NCC 会当管，网络面顶是管袂着。啊，若是出现这款的状况，咱台湾应该安怎来面对？就是即马网络面顶的新闻、网络面顶的平台，咱无法度用政府的力量去甲算讲是制裁啊，不管是假消息，还是讲中国遐的立场遮个问题。若是讲即个，其较多主持人讲的，就像讲咱电视台像公司嘛，共款嘛，咱来摆时间到就爱换摆，所以会当监督。啊，像较早主持人讲的，真侪网络的媒体，就是过去拢无真好的监督的机制。啊，即摆其实有要立一个新的法啦，叫这个社通法对，就是讲，就是网络的媒体伊就开始要求你爱做一寡代志，袂当做一寡代志。啊，相关的规定，即摆其实是有要做啊。对，啊，这嘛是一个部分对，就是讲。对，因为即摆真侪人其实看网络媒体的即个别内容超过，就是譬如讲伊这写出来，过去伊就分两地嘛，伊甲电视广播甲刊出来报纸杂志放一类尔，过去拢这3类分开嘛，伊即摆调查是甲这3项放做一类，啊网络的媒体甲放做一类，就知影讲网络媒体影响力其实已经要超过，就是过去所有的传统的媒体啊，啊毋过过去即个确实无真好的法律来规定，对，啊咱即摆大家开始要来补即个。是，政府嘛是有要做啊。是，山姆律师，关于这个中资还有中国因素对于台湾媒体的影响，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台湾必须要需要去面对跟去扭转的一个局面。那你刚刚也讲到，网络媒体的声量非常大。那尤其我非常重视现在网络媒体其中有一家。媒体嘛，它没有那个电视台，就可以改成那个网络媒体来去翻身嘛那这个情况，你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好好去注意，因为山姆律师，你是说没有换照成功那一家？哎，对，就是很明显的是他没有换照成功，最后就改成这个地方来再运转嘛。他们的那个大外宣、大内宣都非常结合在一起，会用这个方式，先用一个。比方说一些比较短促的影片，15秒的那不断麻痹大家。现在最近他们红的一个地方是，我是中国台湾的，用这个方式来不断吹嘘一个声音是台湾属于中国的。那这一种盲目的那种洗脑，是通过这个短的片不断的去重复这个事情。所以我不是说台湾是一个要禁止人家的言论。但是对于挑战国家安全的那个言论、跟行为、跟组织，必须要比较狠切的一个有技巧的面对这个事情，不是把所有假讯息，把所有那些
所谓的统战、渗透、认知作战的东西，都视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这是错误的。所以我希望说，台湾真的要拿起勇气，去不要重蹈当然是威权时代的白色恐怖的覆辙，我相信也不会，但也不要去放任这一种侵蚀用民主来打民主、用自由来反自由的事情来发生。所以，当苹果日报如果真的中资来接手，如果真的放置认知继续来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对台湾不是一件好事。那苹果日报为什么要卖？因为它油尽灯枯嘛，它的钱不够了。因为刚刚说过嘛，那些谭金正事务所想封存3家银行的那个冻结他们的账户，就是不成功嘛。那他钱还是可以用光为止。那用光之前，他可以卖给台湾本土可靠的媒体。那不能够随意的在没有经济部的审批之前，声称已经卖盘了嘛？这个是荒谬的。那我认为说卖盘是幌子，套料是真的。所以这个套料这个问题，我希望台湾政府真的是检警都需要好好去调查，国安机关来真的进场，好好的去调查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够让台湾的民主自由因为这个样子而被蚕食。最后我们来说这个交易哈，它经济部还没收到资料，但我们就已经听到那个消息说交易已经完成了。也许并不是他们不想要送资料给经济部，而是甚至是苹果日报当中有人把这个消息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及时去发现这件事情的问题。这有没有可能说明苹果日报内部就是员工内部对于这个交易，也许并没有一样的看法？我不敢说做一些过度的猜测，但是绝对有这个可能性嘛。就是有一个可能性是，他们先把这个东西爆出来，让这个地方炸开锅之后，让全世界来关注这个事情。那我更重要的不是他的动机啊，是说苹果日报何去何从？我就跟大家讲过，它有很多种方法去受众挣钱的。那刚刚说就自然的熄灯，留下空壳，走光光。之后的事情就可以跟原先这些人没关了，我们就把它完全当成是一个中资来看待。那这个情况，我们台湾真的要有法律来去对付这一种情况。另外，如果不是中资哈，是卖给了第三方是台资的话，那我们也看看到时候是卖的对象是什么哈。那如果卖的对象是刚刚说的那个没有在续照的那个公司的话，就另当别论哈。但是你不是这一类哈，是说本土的那个比较爱台湾的一些企业的话，我觉得说是可靠的方式。很多人觉得说，我卖人家出价很少给我这个地方我卖不下去，但总比你在这一边量在这一边好吧。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商业讨论的时候，是怎么样让这一个原来的团队全身而退的时候，我也相信几百个员工早有觉悟要全身而退。那我相信他们在劳工方面应该在处理的相当有进展，那相当 OK。但我们要密切监督，在员工方面是不是真的能够说到做到，这个地方很重要。总面咱即摆来讲劳工的权益吼，苹果日报工会发言人陈书豪讲，伊是望甲所有的员工留咧，总是工会嘛有讲，因即摆无清楚迄个新的头家是啥物人，不过工会会监督资方吼，按照相关的法制规定来处理劳工的问题。照你来看，咱Sam律师拄则所讲的，若是甲钱用到了。对劳工嘛毋是介好，敢毋是？当然就是大家出来做工课，拢希望讲你上班的公司会当做甲你退休为止嘛。是。毋过这讲实在真困难，尤其伫咱做媒体拢知影讲，大部分媒体这几档就收过来紧起来啊嘛。对。讲实在讲，若讲苹果就是讲，伊有正式讲好，咱就做甲今年的9月底，就是像今仔即个因负责的叶一坚出来讲，因即摆资金敢若会当用到9月底。其实伊若提早安尼讲出来，因遮的员工不管你爱接受毋接受，公司就拄着即个代志，嘛是一种处理方式啦。毋过伫即个员工的即个立场，伊当然希望讲会当有新的头家来接手。来搁互公司继续行落去，对。讲实在，即个新的头家背后，敢是中国，敢是即个啥？对因来讲，应该毋是第一个考量啦，对。
啊，毋过对咱来讲，这可是咱第一个考量，因为咱毕竟要伫遐上班嘛。就是讲，咱即摆咧讲的中国因素，中国迄个对澎哥的员工讲实在无一定是因的第一个要义的代志。所以讲，政府也是讲咱外界来看即个代志的时阵，嘛爱想讲伫因的立场，安怎对因开始较好的。是。总是台湾的劳工敢会想要互中国的头家来做因的资方？讲这就是较现实的，讲较多有讲到一间电视台，旧年的时阵外交无过嘛。那我现在讲，普通咱正常人拢想讲无应该卖伫迄间公司上班较过，毋过嘛是有啊。就讲实在，即摆台湾真侪公司的头家背后拢是中国的资金、中国的头家啊，对迄真侪人来讲，迄嘛是因一份真重要的工课，真重要的头路啊。特别当讲，当然咱希望讲卖互中国因素影响到台湾，毋过对足侪人来讲，迄毋是因第一要义的代志啦。这嘛是一个现实啦。是关顶兄，最后金明莲敢有啥物想要补充，互观众朋友知影？咱爱注意，这是反送中以后，台湾面对第一次中国跟香港联手用国安法要来渗透到台湾的方式，所以呼吁政府跟社会都要谨慎因应，因为这个做法就是解决苹果日报的。有点像是会变成未来的叛逆，我们要表现出台湾抵抗中国。